看见二老眼睛在闪光。有你就行了。你没事吧？玉婵，你不该来的。谁道飘零不可怜？就由时节好花田。断肠人去自今年。一片晕红遗烛影，晚风吹穷鬓云偏。情魂消尽夕阳前。请外面那位公子进来吧。是小姐。哎呦，感情隔墙有耳啊！喂，你是打算进来呢，还是打算走啊？我请这位公子进来吧。是小姐，公子请。不错啊，好，唱的不错啊。各位，这曲儿也听完了，我们该书归正传了吧？来，好，哪位想来跟我喝酒？我来。别急嘛，一个一个来。今天我保证让大家都尽兴。来干，大家都要干。来干，干了。哎呀，好酒量啊，尽兴啊！好酒啊！哎呀，来，满上，能欣赏到姑娘的琴声。这位公子，既然来了，就不如喝一杯吧。来，喝着，咱们来。我们再来一杯。好，来，倒酒，来，倒酒，满上，咱们再来一杯，来，尽兴啊，今天好啊，来，再来一杯，来，李公子，好，杨公子，好，我们干了。好，来，诸位，来，干了，好，哎呀，姑娘好酒量，杨公子今天酒量不错，我们再来一杯。啊，好，小乐，替公子们斟上。是。来，好，满上，哎呀，倒上，真是好酒量，哎，你们都在啊？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一声不响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三爷呢？陆公公，皇上不是一直和你在一块儿吗？人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可不怪小路子，是皇上把他给赶回来的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他，皇上到底怎么了？
听小路子的意思，皇上是被一个女子给迷住了，而且还不让小路子跟着去。人家说扬州城里美女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皇上刚到扬州1天，就遇到美女了。皇上根本就不带你去，你见过那美女吗？奴才我已经到了姑娘院子跟前了，可是，哎，皇上嫌你碍事儿，就把你给赶回来了。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好，连哥好酒量。是，来，诸位干了，干！哎呀，好！各位，我们再干一杯，我心干为敬。来，小乐替大家斟上。来，李公子，今天你可要多喝几杯。哎，好，一定多喝。来，千杯快都快。好，再来。好酒量，过两支。来，把这杯也喝了。我去就回。怎么回事这是？上哪儿去啊？这是何苦呢？让你见笑了，不过也没什么。我们还没喝呢，走啊，我们去喝啊。哎，紫妍姑娘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为什么不喝啊？喝一杯酒，可以值10两银子。黄公子，你要是真的怜香惜玉，就该跟我喝300杯。走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他们刚才给的银票，我已经记在账本上了。我念给您听：杨公子240两，李公子500两，张公子320两。那个黄公子呢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。你们也收拾收拾，早点歇着吧。是。我美吗？不美。既然不美，为什么要在这儿等我？我在等你清醒。要清醒的，大街小巷有的是，何必在此等我？我来救你，救了你，你就清醒了。我要的是钱，你要的是人。可是人的钱总有花完的时候。等你的钱花完了，
我这个人也走了。黄公子，我知道你不是这条路上的人，何苦呢？我要做的事儿，向来都能做成。更何况，人生本来就是在受苦，不受你这份苦，还有别的苦在等着我。为了你受苦，我愿意。黄公子说的话越来越玄妙了，小女子就快要听不懂了。算了，我想我们还是找些快乐的事情来做吧。紫妍姑娘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喝酒聊天儿，这算快乐的事情吧？小乐，拿一壶好酒来。黄公子，我这儿的规矩你知道吗？全天下的规矩都是我定的。紫妍姑娘，我们慢慢喝酒，不谈规矩好吗？黄公子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有时候又凶又冷，让人恨不得马上离开你身边远远的，才觉得心里平安。可是有时候你又很温柔很体贴，让人觉得跟你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。要说啊，我见过的人也不少了。你以后能不再随便见人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是假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断我说话。进来。啊，几位都在啊，这有封信给您。哦，谢谢啊。不谢。皇上不让咱们担心，这能不担心吗？是啊，都这么晚了，自己不回来也不让咱们去。唉，人生地不熟的，皇三爷可要小心呐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的喝酒了。难道公子来这儿喝酒就是为了买醉？啊，不，是姑娘优美的琴声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。那好，那我就替公子抚琴一曲。那不必了，紫妍姑娘。今天太辛苦了，我敬公子一杯。来，黄公子，请。关窗防潮，小心火烛，严防盗贼。夜深露重，关窗防潮。已经2更了，要不……哎，我们这么傻等着也不是个办法。我看，
还是先去找找吧。陆公公，事态严重，不如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去见皇上，我绝不会为难你的。二位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小路子还怕怪罪？天都这么晚了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帮你准备的银耳汤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已经3更天了，很晚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来人，小姐，不必了，我自己会回去。黄公子，您喝的是63杯，共计630两。小姐说了，算您600两。黄公子，规矩我们早就讲好了，不是吗？好啊。三爷，哎，小路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带银子了吗？带了多少？600两。啊？我没带那么多。紫嫣姑娘，我们这就回去拿银子。黄公子，我信得过你。扬州，皇上去了扬州。宫里来的人听见索马拉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。是。去得好，明珠啊明珠，这回你还睡得着觉吗？如果黄公子送银子过来，你先收下；如果他要听取，让他明天再来。是。小路子，等会儿我们悄悄地走，不要惊动容若他们。小路子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皇上今儿去找紫嫣姑娘，不单单是去还昨天的钱，也不单单是去听曲儿。那是为什么？今儿天气这么好，皇上大概想约紫嫣姑娘出游，可又怕容若公子索贝爷担心，所以就悄悄瞒了他们，倒也省心。好你个小路子，把朕的心思摸得很清楚嘛。朕以后可要留心你了。小路子懂您的心思，不正好给皇上您省事儿吗？皇上好不容易来扬州一趟，当然要找个人陪着好好逛逛。紫嫣姑娘是扬州人士，她陪皇上最合适。这话说得对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记着带上银子。准备好了。我找紫嫣姑娘。黄公子，我家小姐不在呀。不在？她去哪儿了？她去慈云庵还愿去了，一大早就走了。我们还是来晚了，都是你耽误的时间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个我不大清楚，她有时候早，有时候晚。黄公子，不如您先回去，明天再来吧。三爷，正好回去睡个回笼觉。你回去睡吧。哎，黄公子，您昨晚欠我的银子呢？
小路子，都在这儿呢，不用点了，只多不少。谢谢黄公子，谢谢黄公子。您慢走啊。哟，二位客官回来了。今儿这扬州城里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热闹？哦，二位客官是第一次来扬州吧？难怪有所不知啊。今天是官家大小姐的生日。官家，不知二位客官听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是扬州、苏州不算富，最富要数关羽禄。这关羽禄啊，是官家大老爷关运衡的表字。这位关老爷是富贵甲江南，膝下只有一个宝贝女儿，长得是貌美如花呀。脾气也了得。没有，这位官家小姐虽然生得美，可是脾气却十分厉害，所以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婚配呢。是不是没人要吧？错了，是人家那个官家大小姐死活看不上人家。我听说现在来了很多公子哥，全都是为了官家大小姐来的。二位客官没事可以到街上去逛逛，晚上还要放烟花呢。没事我先忙去了啊。有没有兴趣啊？什么？去官家呀？哎，客官您慢走。没有。哎，晚上啊。你老晃什么？伺候皇上。这现在不需要人伺候。皇上，要不我们再回去一趟看看？去哪儿啊？紫嫣姑娘那里，说不定她已经回来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真累了。皇上，您真的不想去了吗？去就去，这还怕他不成？紫嫣姑娘果然回来了。紫嫣姑娘回来了吧？我们看见她的轿子了。黄公子，小姐确实回来了，可是小姐觉得她身子不舒服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上午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病了呢？请大夫了吗？大夫刚走，小姐已经吃完了药休息了。黄公子，您还不如先回去，等明天小姐病好了您再来。请哪里的大夫？可靠吗？小路子，马上去把扬州城最好的大夫请来，给姑娘瞧病。是，黄公子不用费心了，姑娘只是昨儿多喝了一点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不行，你们这些做下人的总是粗心大意，我还是自己去看一看吧。是，行个方便。黄公子，小姐的脾气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如果您硬闯进去的话，小人丢了差事事小，小姐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公子了。哎，皇上，回吧，明儿一早再来瞧瞧。这心里有些不安。皇上，您上奴才的背，奴才拖着您瞧一眼院子。奴才知道，您不看不踏实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皇上，沈婉的钱心急，什么都瞒不过皇上。朕倒是真的很佩服你，对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姑娘，也能如此动情。皇上说哪儿去了？我和沈姑娘，只是心意相通，还谈不上个情字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朕。皇上在想紫嫣姑娘，不知道这位紫嫣姑娘是何等的出色女子，让皇上如此牵挂。
紫烟姑娘蕙质兰心，就算你是满洲第一才子，也未必比得过她。皇上自有饱读诗书，雄才大略，容若这点微末本事，哪敢称得上是满洲第一才子呢？你不必谦虚，也不用捧朕，这点自知之明，朕还是有的。要论起诗词歌赋的才艺，朕远不如你。皇上以治国平天下为务，诗词小道，只是没工夫弄的罢了。正好二位都在，你们两个想不想出去逛逛？这儿该逛的都逛了，没意思。可我说的这个地方，不光是热闹好玩，而且还有一位绝色的佳人，可以去见识见识。容若，一起去见识见识吧。啊，我还以为皇上有了紫烟姑娘，再绝色的女子，也只不过是平凡之辈了。容若，你还别笑，这个女子还真是与众不同。哎，索爷，是不是上次跟你抢东西的那位啊？没错，今天呢，这位扬州第一大户的千金过生日，听说不光各地的求婚者蜂拥而至，就连一些朝廷的大员也会登门道贺。皇上，咱也去见识见识。那丫头，陆公公也对这位小姐感兴趣吗？皇上，我好，我们就去见识见识这位扬州大户。兰爷，我看您读书累了，给您沏了一杯茶。谢谢。今天外面那么热闹，您没出去逛逛？我一向都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地方。是啊，兰爷是读书人，喜欢安静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今天几号？今天3月15号。看来这个关玉衡倒真不简单啊！连巡抚大人都来陪跑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让！大人技术呢？去哪儿来了？别说这个。真是。哎，你会说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巡抚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哪里，贵千金的生日乃扬州城的一大盛事了。老夫只是来凑凑热闹。哦，对了，这些礼物你一定要收下。这是朝廷和各位大人送给官爷的礼物。哎呦，谢谢，朝廷对官爷如此厚爱，令本官十分羡慕啊！怎么，没看见小姐呢？哦，在。
马上就出来，请。请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好了，别输了，我不去了。小姐，老爷说客人都已经等半天了，那就让他们等吧。小姐，今天可是小姐的生日，你好歹也要出去应付一下。听说今天来客当中不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哎，连巡抚大人也来了。巡抚大人来关我什么事啊？说不定今年会有一位叫你满意的公子出现呢。年年都是这样，就没见过一个像样的公子哥。这些臭男人呢，不是为了升官，就是为了钱。我才不要嫁这样的男人呢。哎，小姐，你又说气话了。哼，我才不怕呢。你天天在朕身边说什么康熙盛世，百姓富足，天下安乐。现在外有噶尔丹造反，内有朝廷一滩如洗。这个盛世从何说起？你们谁能告诉朕？皇上，10万人马开赴边关，粮草补给、死伤抚恤、人吃马喂等等费用，不是一笔小的数目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那以你之见，朕就任由噶尔丹胡作非为，没听见没看见是吗？奴才不敢。好你个不敢！朕来问你，要按你说的10万人马开赴边关，死伤抚恤、人吃马喂的费用一共是多少？依据前几年朝廷剿灭3藩的军费计算，大约是2000万两左右。我们还有多少？禀皇上，国库银两不足800万。国库银两不足800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番和几次战争，使得我大清国库严重亏空。但是皇上送福后事，皇上不必着急，我已经让各地的漕运将下半年的漕银提前交纳朝廷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眼下商贾中属盐商们的利益最大，朝廷要适当的增加盐课税，还有要将那些流动的商人们征收交易税。明珠大人，历朝历代的君王都是给百姓免税的，而我们却要加重税负，百姓会不会因为这些苛捐杂税而埋怨当今皇上不够圣明呢？曹大人，国家就是靠征收各种税赋来强盛的，国库亏空，适当而合理的增收一点税赋，百姓是会理解的。即便这样，我仍然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左大人，那以你之见，朕应该如何是好？可行的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奴才说出来，请皇上考虑。你说，江南乃天下富庶之地，豪商大富比比皆是，皇上何不向他们借些银两，以解燃眉之急呢？此事行不通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呢？明珠大人，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明珠留下。是。容若还好吗？他怎么样了？请皇上放心，昨天他认出我了。今天怎么回这么晚啊？皇上留着我说了会儿话。皇上没有为难您吧？老爷，您从苏杭买来的那几个丫鬟已经到了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老爷，家里的丫鬟还不够用吗？江南的女子秀气文静，懂得风情。我想在她们中间挑出2个来。她们的品貌像雨蝉，或者像似真的，让她们陪在容若身边，容若的心情也许会好些。这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嘛。老爷，
我看还是不像的好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人已经来了嘛，那先试试再说吧。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轻拿轻放，来。少爷，您最喜欢的秦始皇封泰山石里的那块石碑啊，老爷让人从泰山顶上给抬来了，您看看。抬出去。少爷，您起来看看吧。出去啊！给我抬出去！我现在已经对碑文没兴趣了，把这块堵心的东西抬出去！少爷，少爷，出去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抬出去，抬出去！快点儿，去好好伺候少爷啊！是。去呀！你们干嘛？少爷，我叫真儿，是新来伺候少爷的。我叫小婵，也是新来的。小婵，真儿，小婵，真儿。你怎么可以叫真儿？你怎么可以叫小婵的？滚！滚啊！出去！滚啊！小路子，小路子，奴才在。下去吧。皇上还在为银子的事儿烦心啊。皇上何不去找明珠大人和索大人，向他们讨个对策呢？什么事都让明珠跟索额图帮着出主意，连你也不相信朕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吗？啊！奴才不敢，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。禀皇上，索贝也求见。叫他进来。这。下去。这。皇上，老鸨，你来的正好。朕好几天没有和人说话了。皇上不是每天上朝吗？那些话不说也罢，对那些人讲话就像对牛弹琴一样。能真正了解朕的人寥寥无几。容若怎么样了？上次他大病一场以后，朕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他。他还是老样子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事儿来见皇上的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可是他阿玛都把办法给想尽了，也没想出个好辙。哎，您说我们怎么帮他？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他吧。
造心。这是咦，你看他没？你要买吗？啊？姑娘，一滴眼泪多少钱？看着给，认为值钱就多给些银子，认为不值钱，少给或者不给，全随人愿。姑娘心里一定有难言的伤心之事，不然这眼泪不是说有就有的。公子是懂得眼泪价值的人，那你会买我的眼泪吗？我愿意以100两银子买你的眼泪。公子此话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好吧，请公子端起碗来。这些，这个还真接。公子为何落泪？为我自己。哪儿有泪不轻弹？莫非公子心中有伤心的事情？还是不提为好。为什么？若提，只怕这只碗装不下我的眼泪。难怪公子懂得怜香惜玉，知道女儿家眼泪的价值。女孩眼泪值千金，男子眼泪如粪土。姑娘，既然我买了你的眼泪，我就该付给你100两银子。多谢公子。这是好心人呐！哎，你是菜友真好。正琢磨着，真是不巧，今天身上没带银子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没骗人，我真的没带银子。我没骗人，我真的没带银子，我没有。这太不像话了！我没骗人，我真的没骗人，我真的没带银子。果真是你呀，少爷！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不还说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回去给我取100两银子来。100两银子？对，我欠这位姑娘眼泪钱。少爷，你果真要买这位姑娘的眼泪？是啊，当然是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去呀！好，好，好。拿去给他有真是啊！我看不过眼。渤海回来了没有？
这都是雨禅的东西，蓉儿不让下人们动。奴才现在身子骨尚可，还能为朝廷做点事，为皇上鞍前马后的跑跑，照顾蓉儿还不成问题。可奴才担心，一旦100年之后，蓉儿如果不能自食其力，坐吃山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明珠大人未雨绸缪，竟然想得那么长远。这样吧，我在朝廷中找个职位给他，让他吃一份俸禄就是了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边请。老爷，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老爷，少爷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快让他回来见过皇上。老爷，少爷没回来，他在街上买东西，没带银子。给他送银子去，告诉他，皇上来看他，让他赶紧回来。皇上，托皇上的福，荣若总算活过来了。渤海，你们家少爷到底买什么东西？说出来听听。我们少爷他买一个女孩子的眼泪。买女孩子眼泪？哼，蓉若竟然能够想到买女孩子的眼泪。要多少钱？100两。100两买女孩子的眼泪？嘿，这事儿啊，除了蓉若兄，没别人能干得出来。姑娘，为何把牌子收起来？我来京城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公子是第一个买我眼泪的人。我想，以后不会再遇到如此慷慨的人了。你为什么流落到街头，买泪为生1年前，家父被人诬陷下狱，家母重病，我带他来京城求医，却无药可医，命丧黄泉。我家早就已经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，我只能用我的眼泪换几个铜板，为家母买一副薄棺材板，让他老人家早点入土为安。真是委屈姑娘了。少爷，银子来了。少爷，100两，不多不少。谢谢。姑娘，收下吧。公子的大恩大德，小莲莫齿难忘。不知办完了母亲的后事，姑娘有何打算？公子慷慨，我回江南的盘缠也够了。回江南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有没有机会和公子相见？有缘怎样？无缘又怎样？有缘相见，无缘相守。有缘也是无缘。孙儿给老祖宗请安了。皇帝，你的气色不好，是不是又为朝廷的事烦心呢？孙儿不敢劳烦老祖宗费心。朝廷的事儿是孙儿职责所在，有烦心之事是在所难免的。唉，我呀，岁数大了，朝廷的事情我本不该过问的。可是你年纪轻，每天日理万机的，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。孙儿想请教老祖宗。你是皇上，少不了左膀右臂。当年
我把大清的江山交给你，也把你托付给了那些为大清立下功劳的老臣们。这么些年了，他们也费了不少心血。我希望你呀，不要一意孤行。孙儿不明白老祖宗的意思。听说大臣们的俸禄减半了。小路子，你鬼鬼祟祟干什么？皇上饶命，奴才看您整整一天一口东西都没吃，所以奴才就自己做主，让御膳房烧了几样皇上您爱吃的菜。起来吧。朕说过要你的命吗？这不知皇上因为什么事情烦心？还不是为了那些朝廷老臣们。朝廷从来没有少发过他们的俸禄，现在国库亏空，朕只不过晚发几天俸禄，他们就跑到太皇太后那儿告状，真是气死朕了。皇上要是不想听大人们啰嗦，干脆出去散散心吧。散心？皇上不是喜欢狩猎吗？叫上索贝爷和荣若公子。我们去江南玩。去江南？这件事情不能声张出去，就连索拉旺也不能说。还有，不能让老祖宗知道。如果老祖宗知道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是你小路子的主意。到时候我看你长几个脑袋。啊，皇上，您这不是害小路子吗？哎，瞧我这张臭嘴。这是上好的碧螺春，纳兰公子觉得怎么样？人生百味皆苦味。荣若，你糟蹋姑娘的好东西了。你找我不是有事吗？说啊，说吧。酒来啦！哎呀，酒来了！原来是拉旺兄、陆公公和皇上。皇上，我失陪了。坐。哎，你们要请我喝酒，为何不早说呢？早说你会来吗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们呢。也对，我最怕别人劝我当官，劝我别喝酒。劝我醒过来。其实我不知道有多清醒。那好，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说，就是喝酒。荣若兄啊，有道是一醉解千愁。来，咱们再来一个。我觉得喝完了你们不喝不太好吧？哼，见外了吧？海家，老王，已经过了1夜了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皇上您别着急，用不了半个时辰。哎，瞧，他醒过来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啊，在路上。路上？哎，我本来好好的，为什么把我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？我们要去江南，当然要给你好好打扮打扮了。江南？皇上说要带你好好的散散心。哎，谁说要去江南的？快送我回去！哎，荣若，皇上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快去把他拦住！
荣若，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里离京城好几百里地呢。好了，皇上让你去见驾。快送我回去。好，送你回去，你可别后悔啊。本来呢，我们是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我什么人都不想见。你当然不想见他，你怕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怕谁啊？江南名士沈遗师，你要是见了他，恐怕连头也抬不起来了。我跟他并无交情，我为什么要怕他？可是他却看过你的策帽集和饮水词。据说沈老先生读完这些词集之后，居然一把火都把它们给烧了。烧了？为什么？听江南学子传说，沈老先生觉得你的词虽然清新隽秀，却哀感婉艳，有南唐后主遗风，皆是不堪入目。要是流传下去的话，可是误人子弟啊！他居然如此评价我的词作。哎，我也是道听途说而已。荣若，你和拉旺都是我满人中的大才子。我这次带你们去江南，也是想让江南的名家汉士认可你们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满人不但骑射武功天下第一，就是写词作赋，也大有人在，不逊于他们汉人。停车！我要去见沈遗师。想不到扬州城如此热闹，竟然会比京城还要繁华。我们久居京城，也该来这里见识见识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当今圣上神武英明，乱拍马屁。荣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跟京城比起来看，确实另有一番情致。天下3分明月夜，2分无奈是扬州，倒也明智实归。对，皇上和2位爷，再加上小路子，咱们3个半男人，一定对付得了扬州的2个无赖。哼，哎，小路子，你这半个男人是从哪儿论出来的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进城吧。王三爷，啊，左公子，黄三爷，左公子，郎公子呢？哎，我也在找他呢，他不是和咱们一起回客栈的吗？这样吧，大家今天刚到扬州，我给你们放假，自己去找乐子。那您呢？废话，朕只会上朝议事，批阅奏章吗？哼，我可没这么想。不过能在三爷身边伺候着，我觉得比找什么乐子都享受。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倒是见长。陆公公，你教的吧？哼，好了，要去大家一块儿去，天黑之前必须回来。啊，这里就是了。公子啊，不要再敲了，里面没人了。老人家，这些菜我全买下了，谢谢你为我带路。啊，嘿，进去看看吧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哎。有人吗？
有没有人在？你怎么不吃啊？爷，我够奴才，你看嫌不干净啊？都吃了，我吃。奴才不敢。不要拽，不要拽，不要拽！三爷，小路子，不要拽，不要拽，小路子，不要拽，不要拽，小路子！三爷，三爷，拽了，三爷，不要拽了，别拽，别拽啊！拽了，三爷，你先跑吧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别拽，不要拽了！你们几个，我全包了，我全包了你们！不行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三爷，救命啊！我们走吧。这位公子，你可真有眼力，这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。不错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，这是什么树的树根呢？胡杨树，是在沙漠中生长的一种树，活着1000年不死，死了1000年不倒，倒了1000年不朽。好东西，你开个价吧。老板，这东西我要了。啊，等等。把你脏手拿开！小姐，这可是我先看到的。先看到又怎么样？我先买呀。荷花，哎，我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还跟女人争东西？真不害臊！看起来像个大小姐，大白天在这儿跟男人拉拉扯扯，我都觉得害臊。我告诉你，这东西我要定了。我还真不信这个邪。卖给谁？这位公子，我是做买卖的，这位小姐都已经出了20两了，我看我这儿有100两，卖给谁？
老前辈，晚辈擅入藏书阁，实有不敬之意，只不过是情难自禁。日后若有机会的话，晚辈一定当着前辈的面请罪。间路未干，玉林明镜照，犹妾催你看。秦心急，审晚。哎呀，三爷，我小路子在京城，我怕过谁呀？我吹牛！少爷，你又醉了。谁醉了？醉了怎么样？少爷，只要紫烟他还赌酒，还唱曲儿，我就还来。来了，三爷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您还加不加了？不加的话，怎么了？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了？有钱的话，接着来呀！我早说过了，我要的东西没人能跟我抢。荷花，拿上咱们的东西走。小路子。小路子，你来的正好。带银子了没有？银子，我还得回去拿银子呢。银呐，就算了吧。三爷呢？三爷，哎，我怎么说呢？偷偷摸摸的，有钱没钱呢？快点儿，本小姐没时间跟你耗。我不玩了，东西归你。荷花，把咱们的东西拿着走。是你。别想坐收渔翁之利，留下100两，其余的捐给慈善堂。大小姐，别跟我废话，我是谁你知道吗？荷花。老板，你可别忘了捐呢，我会找人去问的。钱难赚，白高兴。老板，这母老虎是谁呀？这么横，你不知道，是我们扬州城第1大户关大老爷的千金，厉害着呢。竟好像早已相识，我能有幸见到你吗？你在哪呢？哎，老人家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这位公子啊，这菜还是我的，这银子还给你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是来买菜的，你是让我给你指路的，指路可不能收钱，做人不能这么势利。我们家老爷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谢谢您了，老人家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。
还是沈家的事儿。别人不敢说沈家什么，我不怕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沈老先生到底造了什么变故，落到今天这种光景？人都关到死牢里去了，只等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天知道为什么。写了点东西就说是犯了王法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把人给抓了，家给抄了，没有天理呀！罪名是什么人给安的？我们老爷一生刚正，罪名肯定是那些被他得罪的大官们给他安的，他们有权有势，所以也就没有人再敢说什么，甚至连小偷都不敢再来这座空宅子了。老人家，你跟沈老先生是什么关系？哦，我是沈家的园丁。哦，那现在沈家还有什么人？这座园子里倒没什么了，不过老爷还有一个女儿，出事的那天正好没在家，要不然呐，是不是叫沈婉？也不知道现在小姐是死是活。哎。请问紫嫣姑娘在吗？请问公子贵姓？和我们家姑娘预约了吗？我姓黄，久仰姑娘的才艺，所以特地来拜访。哦，原来是黄公子。这么说，黄公子没有和我们家姑娘预约？现在约也不迟吧？现在？你以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？想约姑娘，1个月后吧。让她进来吧。好，公子请。这刺客的来路，不是一下能查清的。这件事可大可小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不能让旁人造谣生事，无风起浪。是。小莲姑娘，公子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后面有人追我。什么人追你？我现在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请你相信我，也请你再帮我一次。我该怎么帮你呢？有了。小六，你去后院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
如临大敌的。你说是刚才跑掉的那个小子吗？是吗？我看他贼眉鼠眼的，成得了刺客吗？我看我们还是先躲躲吧。这回爹呀也没空给我相亲了。走。喂，老兄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从这经过？是个女的吗？是的。哦，从那边跑。快！安全。喂，你手受伤了。没事儿。我送你去客栈吧。不要。客官，醒醒，怎么了？哎呀！喝了，来干了，我先干为敬啊。哎，这倒不错。咱们刚到扬州，就有人请咱们喝酒，而且还不用掏银子，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。我看应该是说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哎，怎么没看见官家大小姐？是啊，莫不是人太多，她躲起来了？哎，那咱们呢，自己看看去，看看她干什么。好啊。哈哈，慢走慢走。多谢关老爷，多谢关老爷，告辞啊！多谢关老爷。不谢关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？我跟你说，哎，走，哎，奇怪啊，找了这么多地方都找不到观音戏。哎，一定是这位大小姐不出来见客人，惹恼了关老爷。现在关大老爷要把她给揪出来。我们跟着关玉衡，不就可以见着关家大小姐了吗？哎，我也正有这想法。走。走到那边看看。关老爷，吓了我一跳，是你呀！关老爷受惊了。哎，哪里，密使赶来，有什么事？放心，外面有人守着。这次来，我家大人交代了，要绝对保密。这是他派人送来的一封急信。皇上来了扬州。有强盗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做皇上的，他动不动就搞什么微服私访，弄得我们防不胜防。我们大人就是想让您查清皇上此行的目的。他们在暗处，那我们在明处，不好办呢。这皇上不会是冲着咱们来的吧？抓贼！关老爷，不能留活口。你从密道走。好。
还不知道吧？府上出刺客了。啊？好了好了，先别说了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谁让你进小姐的房间的？是老爷。是我爹让你来的吧？可惜你来晚了一步。小姐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！见了小姐也不行礼，这是哪门子规矩啊？小姐，你走吧。谢小姐。我看你鬼鬼祟祟的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给我回来！是你？你来这儿干嘛？不错呀，你慢点。多呀，告辞了。